先开始，咱来关心气象局伫昨暗暝11点半，已经针对中度风台苏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上紧伫今仔日下晡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气象局是表示，今仔日早起各地也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淹过下昼开始，华东、南部山区雨就会来啊。若拜三、拜四是风台上挖进咱台湾的时阵，同齐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40上新的说明。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影响我们的第9号台风中度台风苏拉已经来到鹅銮鼻东南方在46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预估，其实我们纵整了国内外所有的电脑计算，预估它未来会先往西北，再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如果以这种路径来看的话，在星期三、星期四2天就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先提醒大家，我们目前针对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天晚上以后，暴风圈会接触到我们的近海啊，所以台湾附近海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风力也会增强。提醒大家，如果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要特别的留意。今天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我们预估中午以后，在中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会有午后阵雨，但是随着台风还是有一些云系从东边过来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东半部地区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断断续续下雨。以这种路径过来的台风，当然首当其冲就是先影响到东半部地区哈，所以东半部地区今天是断续有降雨的，包括恒春半岛。而至于这样的降雨，在明天星期三台风外围环流开始更接近的时候，预估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它的降雨时间会增长，整天都会下阵雨。另外，在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马祖也是短暂阵雨。至于中部地区，则是属于午后阵雨的天气。至于星期四，台风已经来到台湾西南部的海面的时候，东半部以外，连南部地区整天都会有下阵雨的几率，然后其他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的。当然，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段时间，台风如果我们所预估逐渐离开的话，我们就是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啊，降雨就渐渐缓和，但天气不稳定。也提醒大家。